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1号，叫政府的生意还能做吗？聊一聊民营企业的应收账款。我在2025年年初就说了，2025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是经济观察报报道的，它标题叫要钱太难，政府生意还能做吗？记者叫杜涛，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2024年郑永康的企业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这个郑永康是一个小企业家，一个企业的老板，经营着一家某个省级专精特新，他主要为地方政府提供信息化服务，员工规模在100多人左右。但在2024年这家企业被迫裁员到60人，也就是裁了一半人。这一年郑永康所经营的企业经历了地方政府、城投和国企前所未有的应收账款问题。尽管2024年该公司业务增长了20%左右，但政府的付款周期却大幅延长。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该公司每次例会首要任务就是催款。另一方面，由于一名企业投资人的变动，郑永康的企业被金融机构抽贷。此前在该公司被纳入专精特新名单时，多家金融机构曾主动找上门提供贷款。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营，郑永康不得不尝试网贷、短期高利贷，甚至有2个月无法正常发放工资。那他这个企业就相当于暴雷，面临暴雷，因为工资是刚性的，你一旦拖欠工资，大家也知道后果是什么。你拖欠别人的公益款还可以。进入2025年，郑永康仍然无法摆脱政府业务。在审视行业形势后，他认为虽然政府账期较长，但仍有新的业务需求。相比之下，外部企业的市场增量空间则更为有限。2025年，郑永康首要目标是守住现金流，挺过周期。领悟到这一点之后有点晚。咱们在3年前2021年恒大一暴雷以后，就提倡存工行，保现金流，保工作，可以骗你的人，不能骗你的钱。这个郑永康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有点晚了。业务大年也是欠款大年。郑永康的企业主要是提供2类服务，一类是传统业务，一类是围绕数据资产的相关业务。2024年，多地地方政府纷纷筹建数据集团，并推动数据资产入表，因此去年也是郑永康的业务大年。但业务量的增长也带来了应收账款的增加。2024年，郑永康遇到的最大难题依然是应收账款问题。郑永康说从来没有哪一年的账款比2024年更难。这一年他不得不把4分力气用在要钱，只剩下6分精力去琢磨公司的新发展。2023年，郑永康就发现很难从地方政府手中收回账款，因此去年上半年，他和公司的项目经理、部门负责人都开始催要账款，但账期还是逐渐拉长，从3个月、6个月，甚至到1年以上。郑永康说2022年和2023年时，有些被欠钱的企业会去工业和信息化部清欠平台登记，只要在清欠平台上登记，欠款单位通常会在第2天或第3天给出反馈，协商解决方案或解释拖延账期的原因。也就是2023年、2022年，你被政府拖欠了这个账款，你还有地方申冤，还能反馈，会给你反馈，还有个互动，至少给你一个解释，说为什么拖欠。但是到了2024年，郑永康就发现，再到清欠平台上登记已经没什么作用了。上面登记的企业已经太多了，很多地方政府、城投以及国企都是债多不压身，就是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它已经解决不了了。所以你爱投诉不投诉，而且那个平台上全是，上级政府也管不了了。在郑永康看来，2024年企业催账已经进入新阶段。以前企业顾虑后续订单不会催得太狠，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不要回钱
企业就过不下去，当下都过不去，哪儿还顾得上未来？等他明白了这个道理，有点晚了。2024年下半年，面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债方案落地后，郑永康还没有要回账。郑永康说即使地方政府有能力偿还账款，按照政策要求，也会优先保障建筑类施工企业，因为这些企业都涉及大量农民工的生计问题。2023年，郑永康预判经济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增长。你看看，这就叫过于乐观，经济要报复性增长，所以扩大企业的员工规模。但到了2024年底，公司人员已经陆续流失了大约 40%， 受到政府拖欠款项影响，去年他的企业甚至有2个月未能正常发放工资，这是从公司成立到现在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郑永康说这个就是赌错了方向，那就是2023年应该收缩，应该能裁就裁掉，缩小规模，节约成本，要扛过这个冬天，结果他还要逆势扩张。这个疫情期间，郑永康的企业被纳入某省的专精特新名单。刚被纳入时，几家金融机构主动找上门，表示愿意提供低息信用贷款，但银行要求法人承担无限责任。这个我发现很多人对中国金融机构根本就不了解，但是也喜欢瞎评论。咱们银行给企业贷款，一般是要大股东或者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要签无限连带责任，甚至有的金额大的还要求你的配偶、孩子，就成年子女都要来签。所以以后这个企业破产，你这个大股东、你这个法定代表人、你的实际控制人也跑不了。犹如中国它没有个人破产制度，所以企业破产了不要紧，如果这个银行在企业破产过程中它的债权没得到保障，他还要追你这个个人，就像许老板一样。所以有很多人他认为许老板这个恒大破产是把许老板救了，怎么可能呢？恒大破产了，那银行从恒大没有达到目的他还跟许老板要。许老板这一辈子不要想翻身，他跟美国不一样，美国董王破产几次不要紧的，可以东山再起，在我们这就不行。你看郑永康他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金融机构要给他们企业贷款，低息贷款，但是要公司法人承担无限责任，即当企业的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投资人需用个人全部财产进行清偿。这实际上就是将企业的责任与投资人的责任合为一体。这么做在中国是有理由的，因为如果你要不这么做的，那公司法人、实际控制人、大股东，他可以把银行的贷款挪到国外去，再宣布这个企业破产，然后他再出国。郑永康接受了这一条件，并获得了用于扩张的贷款。你看看，这个时候还借钱扩张，嫌自己死得慢呢。但在2024年，郑永康的企业受到了一些外部因素影响，被银行抽贷。为了还贷并维持公司正常运营，他几乎尝试了市面上所有的网贷平台，甚至还借过高利息的短期民间借贷。腾挪之下，他才勉强度过危机。郑永康说企业面临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当老板的会更加困难，员工可以选择离开，但老板全部身家都在企业里，尤其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你顶多损失1-2个月的工资，但是老板是全部身家在里面，一旦破产，刚才说了，你看看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你的房子、你的股票、你的车子统统要被银行拍卖，你真正的一无所有，这就是创业。2025年，郑永康打算开放一部分股权从一级市场融资，以彻底解决企业资金链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创投市场本身也面临活跃度不足的问题，但他仍想再试一试。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一级市场也就是股权投资，他要拉风投，他要拉这种股权投资基金，这个在2023年、2024年，哪怕现在可以说是非常难。原因就是沪市作为二级市场，它已经失去了它的功能。你看现在 IPO 基本上算暂停，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它要通过二级市场，它要上市，
或者是通过别的上市公司收购。总之，一级市场是投资，二级市场退出，是一个叫闭环，是一个循环。但是现在二级市场退出产生了这个叫梗阻，你没有办法实现退出，那一级市场投资肯定就受到抑制，就没人敢投，投了之后出不来。IPO 是一个方式之一，还有被其他的大的上市公司收购、增发收购，这都属于上市，变相的通过二级市场退出。但是这条路都被堵死了。那么还做政府的生意吗？郑永康所处的行业正处于一系列变化中，比如以前只需要负责项目中的某一环节就可以，而现在还需要帮地方政府找资金、找金融机构，直到项目落地，地方政府、城投、国企等甲方才会付款。郑永康说这样一来，整个项目的链条就被拉得太长了，项目周期延长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加，风险也随之增加。变化之下，2025年还能继续做政府的生意吗？经过一番观察，郑永康认为企业依然需要将政府作为主要客户，企业之间的竞争太激烈了，除了部分企业能保障款项外，大部分都不太稳定。郑永康把保障现金流作为2025年重中之重，只有保障了现金流，企业才有可能穿越经济周期，所以他打算继续加强与地方政府、城投和国企的合作，帮助这些机构找到新的增长点，以此推动健康的业务回款。2025年，郑永康为他的公司提出了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守住财务底线，确保企业能够生存下去。第二个，要实现2个业务目标：传统业务增长 10%， 新业务增长 200% 到 300%。他说，传统业务虽然回款困难，但业务量能够保持 20% 以上的年增幅，而新业务目前占比较低，可以实现较快增速。第三是推动公司管理方面变革，主要是薪酬制度的变化。他计划降低固定薪资，提高绩效薪资的比重。郑永康说这也是一个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效率的一种做法。在业务拓展方面，郑永康计划2025年朝着2个方向发力：一是继续巩固存量业务，提升政府端业务的质量，并加大催账力度；二是开拓新的业务方向，调整客户结构，拓展部分面向 C 端，就是个人消费者的业务，比如数据资产入表和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应用的相关业务。郑永康说虽然我们做不了大模型，但可以在应用端结合新技术和新政策，形成企业的新增长曲线。这个郑永康显然是撞到了南墙，但是他没打算回头。创业者的心态，为什么说创业的人九死一生？这些小老板就是因为他不死心，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他2024年靠借高利贷暂时渡过难关，是提出了什么扩张的计划，什么新业务还增长 200% 到 300%。你增长的越多，你的应收账款就越多，就这么简单。你自己垫付的资金就越多，你的现金流的压力就越大。那他把这个转嫁到员工身上，怎么转嫁？员工的固定工资降低，给你绩效工资。什么叫绩效工资？你比如说财务，你这个业务经理，你负责要款，你谈了业务，你负责把钱要回来，要不回来你的工资就降一半。你把这个应收账款要回来，才能给你发奖金。你看，把这个转化到员工身上，这叫降低成本。他还没有看到这个根本矛盾在哪，政府没钱给，也不是不给，他就是没钱，他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怎么可能给你结账？而且在政府那儿优先级非常多，但钱本身就有限，僧多粥少，狼多肉少，他还得保障民生，对吧？保障什么运转？你这些企业大水捡着前面灌。所以说现在就是化债，政府拿到了钱，他先解决是公务员工资、保民生的问题这个钱解决完了还有点钱，那就解决什么农民工工资，什么保交楼、建筑企业。如果还有，再给你这些后面的企业再三瓜两枣给一点安慰一下。上游没水了，他还在下游等着发财。你说我为什么说2025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大家看一看这个郑永康他的心路历程，他2025年能不暴雷吗？只要政府跟2024年一样没钱结，或者结得少，
它肯定暴雷。它不仅没有收缩，它还要扩大。你跟政府做的这些项目，不管你拉来新的项目还是什么项目，还是老的项目要维护，你都得花钱，这个是刚性支出。你总不能跟那个占权的人你说等到我钱结回来我再给你好处，这个好处都是先给你，结回来之后还给人家好处，所以这些都是刚性支出。员工工资刚性支出，房租都是刚性的，收入继续是应收账款。这个如果光说郑永康这么一个案例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网上有个新闻，大红大紫的叫张和子为大家服务的，主要是做这个核酸检测服务。第一财经报道说，约20万元执行金额让曾经号称做过7亿人次核酸检测的核子基因实控人张和子成为限制消费令的被执行人。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25年1月23日立案执行申请人杨某申请执行劳动争议案，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核子基因及法定代表人张和子被限制高消费。案件流程信息显示，今年1月，核子基因深圳核子华新医院实验室已因此案被执行20.5万余元。2月10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向核子基因和张和子发出限制消费令。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大名鼎鼎的叱咤风云的张和子居然被限制消费了，钱也不多，20万。据说现在他已经解决了，取消了这个限销，也就是20万给了。核酸检测第一人呢，这个张和子，他的现金流恐怕也不富裕，即便他在口罩期间搞得那么大，这政府也欠着他的钱，他有大量的应收账款回不来。如果他真的说身价多少亿、几千亿，就像大家传言的一样，在3年口罩期间赚了海量的钱，他不至于20万不给，就是赌再大的气，心里再不爽，不至于为20万把自己搞个限销，又上热搜，又上新闻，把自己又掀出来，让全国人民再一次这个唾弃他，对吧？犯不着。你想想，如果身价多少亿的人，怎么可能为了20万让自己再一次成为这个焦点呢？所以从侧面说明他恐怕也现金流不富裕。我看有网友说啊，这张和子在直播带货，因为日子难。那你说他为什么日子难呢？按理来说他赚的盆满钵满，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应收账款。大家如果身边有朋友在政府部门的，你可以打听打听，即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有钱的地方，3年疫情期间欠的核酸检测啊，还有一些疫情防控的费用，到现在还没结完，还在拖，因为他结不了，没钱。你身边如果有人可以问一问，那欠的是谁的钱呢？不就是张和子这样的人的钱吗？你要承担的风险就是张和子这个事。如果有网友看过的恐怕有印象，我说你不要看他现在很嘚瑟，有他哭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他结不到账。我有个朋友，我当时那个节目我还举例子了，是我一个朋友，他的同学是海南某个县的书记，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没有项目，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找他那个同学去了，聊一聊，看看那当地能不能找点活干嘛。那都是同学，那不是如果有什么好事，那肯定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在当时节目里面举了这个例子，我的朋友说我们这项目是有，而且我也能给你批，但是我可不保证你能结到钱，因为他在这儿反正都有任期的，干个3年他恐怕就到龄退了，去什么政协或者去人大或者调走了，你没人给你结账，新官不理旧账，何况政府没钱，人家直接就说的这么明白。但是我们是同学，我不能坑你，而要一般人找我把这批给他，但是很有可能那你就要不到钱，点吃卯粮，好像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在恒大爆雷以后，我一直说，你跟房地产打交道的，尤其是给什么开发商提供什么绿，人家没有钱给你，人家都有账期，90天都算短的，有的是180天，有的是1年。当时因为很多大的这种企业他因为跟开发商玩不下去了，因为他欠的款太多，所以他们就撤产了，不提供服务。我说的就是绿植，他不提供了，因为确实他也没钱垫了。这个时候，但是开发商他不管了，他这样一招标，他只要一宣传，很多小的企业就进来了，他以为占着什么大便宜了。你看看以前网科
以前恒大、以前碧桂园都看不上我，融创我想做，想巴结他们，还巴结不上。茅台、华子不知道送了多少了，没有业务，现在居然这么容易就拿到业务，所以很多小的企业就玩命的跟他合作。你看看，表面上挣到钱了，都是账面资金、账面利润，最后一结账结不到。你看看有多少人上这样的当，吃这样的亏。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我都建议千万不要做，哪怕我现在休息，我把这员工遣散或者留一两个，我就最低成本耗着，我也不接这样的业务，除非你给我现款现货，我可以不赚钱，也不要赚什么30%利润，完了之后有账期。但是我看当时很多人留言说你不懂业务，这回懂了，对吧？等你破产了，等你要不回来钱，你懂了。2025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从恒大暴雷开始，这个单一定有人要买。恒大欠2万亿，碧桂园欠多少万亿？这么大的窟窿已经扛了3年了，这3年靠怎么扛过来的？就是郑永康这样的人，他靠借高利贷，他靠想办法把自己的房产抵押出去再扛。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有好转吗？没有好转，好转的标志就是韭菜跟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往房地产冲，那个就好转了。否则告诉你好转不了，你今天接着扛，胖子还能扛一扛，瘦子啊就倒下了。今年实在2025年扛了3年，2025年就会很多人扛不下去暴雷。这个春节实际上过着，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很多老板不是在要钱的路上，就是在被别人追债的路上，要不然发改委不可能专门还出个文件开会。昨天我们节目也介绍了，这个发改委最新部署事关清欠民营企业账款。国家发改委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进一步细化实化举措，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重大共性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通过各种渠道已收集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2266项，办结1097项，接下来将与有关方面一道继续下大力气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你看，发改委专门要解决企业拖欠账款问题，民营企业。那有好多人就说了，那为什么民营企业有这么多账款结不了？很多这个项目都是由政府这样发出来的，当然他通过他的什么城投平台，他的融资平台，实际上背后都是政府。大家也知道，政府的钱从哪儿来？都是土地财政，主要是靠卖地，5万块钱一亩，从农民手上把地收过来。当然了，他会搞各种各样的名目，也是搞工业园，也是搞什么这个土地从农民手上拿过来5万块钱一亩，一级开发之后变成1000万一亩，这中间巨大的差价，这就是土地财政。这第二个，如果你开发房地产，这中间是不是有各种税费都要进入政府的口袋？这些钱维持政府的运转。但是现在这块是不是断了吗？没钱了，所以去年再搞一个什么12万亿化债，但是12万亿还是叫僧多粥少，所以他还得按中要的来。中要的就是公务员工资，欠你1000万，给你结个100万回去。第二原因就是这个政府的钱他先到国企，一定是这么走的。这国企他有各种想法，他把钱存在银行吃点利息，他也要拖一拖。他为什么着急？应收账款又没有利息，他本来该给你付钱，他不付，他放在银行存2年、存1年或者存几个月，甚至有的国企把这钱拿去放贷款，拿去理财，不就是放贷款吗？你民营企业要他就挤牙膏，这就是另外一种盘剥。你民营企业没办法，你打官司也打不赢，你也打急了，人家以刑化债，找你点毛病还不多吗？你能跟政府那儿要到项目，已经不算牛了。你能从政府那结到钱才叫牛。你拉项目不叫关系硬，政府要大量的项目给你，只要你愿意垫钱。那现在是你能从政府那儿结到账，那才叫关系硬。你想一想，当有2个盖子，有4个缸，一个缸是公务员工资，一个缸是什么保交楼，这是政治任务，一个缸是什么民营企业欠薪，还有一个缸是维稳经费。那你说他2个盖子往哪儿盖？他怎么可能盖到你这个民营企业欠薪上应收账款上面？所以说啊，我的判断就是2025年房地产继续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也实在是扛不下去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别人欠他的他拿不回来，
但是他欠别人的你一分都不能少，你不付，人家法院一告就强制执行，你就破产了。不要说民营企业了，就王老板，是不是？王老板现在也看不下去了。王老板看了几年，天天卖万达广场，玩命的卖，来不及，已经被人告了，而且个人也被，实际上就是谁也扛不住了。当然了，什么时候都有不信邪的，还指望着跟政府做一笔生意。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